這趟8天旅程帶你暢遊東北3大名城，體驗從雪山之巔到濱海都市的極致風光。我們將帶你深度探訪關東第一山長白山，乘坐環保車直達北坡景區，並安排登頂遊覽車，讓你輕鬆俯瞰壯麗天池。更連續2晚入住皇朝聖地溫泉酒店專櫃套房，獨享 VIP 溫泉區，消除旅途疲憊。旅程精心設計多項獨特體驗，在雪擁花園親手餵食馴鹿，深入山林親手採挖野山人參，在虎林園近距離投餵東北虎，並暢玩全球最大的室內冰雪樂園，感受冰火交融的樂趣。隨後前往東方莫斯科哈爾濱，漫步於異國風情的伏爾加莊園，體驗冰杯伏特加的獨特趣味。在大連，則可乘坐貢多拉船漫遊東方威尼斯水城，享受悠閒時光。我們更根據出發時間，為你加贈春日限定賞花行程，並嚴選長白山珍宴、獨家俄式西餐等頂級料理，全程純玩，一次盡享東北的自然奇觀、文化體驗與舌尖盛宴。